继续来看高雄市长韩国瑜，伊要选总统的竞选总部是设伫高雄，那北部的竞选办公室是位伫国民党中央党部的11楼，特别邀请到新竹女超人立委柯淑华来做副执行长。早起，柯淑华代替着韩国瑜会看办公室。柯淑华讲，伊毋捌风水，选举的经费嘛有限。针对国民党分裂的危机，柯淑华强调讲，换条2.0绝对袂来发生。这些以后我们还是做那个会议室，做会议室比较适当。捌伫选举中担任做新竹女超人的立委柯淑华，即摆到国民党中央党部11楼，要替高雄市长韩国瑜来找北部竞选的办公室。我看不懂风水啊，我不清楚。但是我们就以一个在目前因为我们的人力还有财力实际上也不是那么的好，那党部给我们全力的协助。办公室有160平，厝主是中投公司。去年郑秀中竞选台北市长嘛选伫遮，只是韩国瑜伫高雄市做市长，出现伫台北机会恐惊无尽。市长的行程，我预计应该来北办的时间不多，因为他现在除了1到5在高雄的市政比较忙，大概我觉得进北办的机会不高。韩国瑜的考验，还佫加郭台铭、朱立伦、王金平政府的问题未超好势。有评吹着讲，国民党有可能会换人。换柱这件事情对于国民党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就吴主席的了解，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由正式党部初选的候选人已经出炉之后，我们一定是全力辅选。就看韩国瑜初选赢，敢有法度化解国民党分裂的危机，拍赢2020。